现在老婆，俺俺那这个来了，弄个讨人，看到这电视知道，哎，你家长们嘛好的呀，这个看到是这样这个，就是来的嘛这个是，以后是但是时候多，现在俺都不大些人，哎，这种样。上节生产这个广播的这个这个，哎，你也回到这里，哎，这个家庭里面给这个发生民族，哎，这什么个这个，他的这些人从了回到这里，他同样从了回到那这个人。他的眼，啊，其实上节有点我，杨贵人的不要讲这个教育，哎，确实是从顶上有这个这些，杨某说是没有光辉呀，哦，就用出来这个，跟那们说的一样，还是自己是养呀的，还是医院，哎，创造的呀，都其实需要人，哎，这些的。